歡迎收睇《議會開箱》，我係李思朗，我係黃宗偉。如果你住喺舊式樓宇，相信最令你頭痛嘅唔單止係漏水，而係仲要夾幾十萬出嚟整消防設施。但呢一個難題，相信好快就會有機會解決。喺立法會會議討論當中，原來一種物聯網嘅新科技可以幫業主慳返大筆錢，仲可以將1、2年嘅工程縮減到幾個禮拜就搞掂。喺立法會會議上，林筱魯議員特別關注政府點樣利用科技嚟去加強消防安全。佢質詢局方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喺成本效益上係咪真係咁吸引，有助推動社區盡快達到消防安全嘅要求。所以我都想跟進一下呢，即係呢個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對比傳統嘅一啲做法，喺成本效益上係咪好吸引呢？喺1987年之前呢嘅係舊式樓宇咧，而家我哋引入咗呢個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呢個計劃咧，相對地簡單。我哋只要喺每一層樓咧適當嘅位置係擺放一啲嘅火警嘅偵測器，就可以將如果我哋偵測到火警嘅初期咧，可以將呢個信息係發俾我哋消防處，我哋可以即時咧派員去處理嘅。咁呢個做法，首先頭先有提過啦，呢個工程咧可能大約2、3個星期嘅啫。局長嘅回答簡直令到全港3600棟舊樓業主見到曙光。佢指出，以往安裝傳統消防喉轆系統，平均要花費大約60萬，而且因為往往涉及結構嘅改動，工期要1至2年咁耐。保安局局長喺回應中強調，現時引入嘅物聯網先導計劃做法相對簡單，工程只需要大概2、3個星期就能夠完成。喺金額嘅方面新系統嘅成本只需要以往嘅1/3，即係大約20萬左右就能夠完成。而局長表示，如果先導計劃評估理想，希望盡快可以推廣到全港3600棟6層樓以下嘅目標樓宇。除咗市區樓宇，香港有40%嘅土地係郊野公園，山火同埋遠足失蹤事故一直都係消防救援嘅重大挑戰。局方喺會議入面亦都有提到，科技已經唔再只係實驗室入面，而係已經飛咗入深山野嶺。針對呢一點，劉智鵬議員提出質詢，問到政府可唔可以運用高科技，例如利用無人機同紅外線24小時主動監測山火，又或者行山人士嘅事故，而唔係等到有人報警先至出動。保安局局長喺回應時指出，消防處目前已經有運用無人機進行巡邏同埋勘測，特別喺掃墓等高危嘅日子，利用熱成像嘅技術及早發現肉眼睇唔到嘅火種。至於喺失蹤人士搜救方面局長表示喺 HKSOS 應用程式可以喺冇信號嘅情況之下協助定位，配合無人機加快揾到受害嘅人士。香港係有40幾% 都係郊野地方，咁高科技嘅應用咧，包括用無人機啦、紅外線啦、視像啦、信號，係可以24小時不停地無人機喺度覆蓋。係主動地去睇住嗰個事故發生。咁而事實上咧，我哋喺應用科技咧都係有嘅。呢個包括咧，我哋係消防處係有一個嘅無人機去巡邏啦、勘察啦。例如喺啲高危嘅日子，呢啲科技咧係協助到我哋咧喺一啲人肉眼睇唔到嘅地方，係及早發現到咩地方咧係有火種。關於失蹤人士，我哋警隊咧有個叫 Hong Kong SOS 呢個咁嘅係應用程式咧。當你行山嘅時間，就算收唔到信號都好咧，我哋都會發現咧係即係你喺邊度都會好容易揾到嘅。講到最刺激嘅部分，當然就係消防員入火場嘅武裝升級啦。以往我哋喺電影見到消防員要攞住對講機通訊，原來而家已經進化到一體化，內置咗喺頭盔入面啦。范俊華議員喺會上問到，當局有冇同創科嘅部門合作，引入好似消防機器人呢一類先進嘅裝備嚟增強防災嘅能力？好多救火機械人已經能夠抵禦高溫，甚至乎深入火場救火救災。當局，我想請教當局有冇同一啲創科部門或者機構合作，研發一啲適合喺香港嘅救火科技，又或者搜索市場上合適嘅防火科技產品，以便增強我哋防災嘅能力。而且我哋而家有嘅比較先進嘅裝備，係咪都已經可以隨時出勤使用呢？保安局局長喺答覆中披露咗多項即將推出嘅新科技同新裝備，包括即將推出配備通訊輔助儀器嘅呼吸器，
現場指揮嘅電子指揮板，令指揮官可以更精準咁記錄同埋調動每位隊員嘅用氣量。局長仲提到，雖然目前仲未正式用無人機直接救火，但係已經計劃引入相關嘅先導計劃。同時，佢哋亦都提升緊消防機器狗嘅內溫程度同埋攀爬能力，以進入更危險嘅火場。喺個人裝備方面咧，其實我哋好快將會推出一個咧係新嘅呼吸器。呢個呼吸器咧係會配合埋一個嘅係通訊嘅輔助儀器，即係而家我哋戴呼吸器咧，仲要攞住嗰個 bit radio 喺度講啊嘛，又唔使啦，標煙在嗰個嘅頭盔入邊。另外呢個新嘅呼吸器咧係可以隨時係接合一個新嘅氣樽去換氣，同埋可以將嗰個氣咧係分享俾其他人士嘅，係好快會引入咧用一個電子嘅指揮板，從而更加好咁樣記錄我哋同事嗰個嘅用氣嘅情況同埋呢個調度嘅。其實喺無人機，我哋而家咧都係有大量去引用嘅。而家最主要咧就係話係做一個嘅係睇翻現場情況係點啦，探測個溫度係點啦。咁到目前為止都未正式用嚟救火嘅。其實我哋同我哋國家嘅應急管理部咧都理解過，其實內地而家都未正式係用無人機咧去進行救火，因為個科技未到100%成熟，將會喺香港引入一啲咧呢啲嘅相關嘅先導計劃，睇下可否咧喺香港咧係適用嘅。經過議會嘅辯論，科技防護已經唔再係冷冰冰嘅數據，由20萬搞掂舊樓防火到手機一鍵報警搜救，呢啲都係實實在在保護市民生命嘅新科技。客觀嚟講，科技的確提升咗行動效率同埋反應時間。政府表示會喺今年第2季完成物聯網系統首階段嘅檢討，屆時相信將會有更加明確同埋全面嘅落實時間表。守護平安，科技同埋意識缺一不可。多謝大家收睇議會開箱，再見。